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念你。我的回忆乡，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歹势哦，你敢捌安尼？忽然间讲话讲到一半吼，转袂记你要讲啥，还是讲哦，你行去迄个所在，忽然间转袂记你讲我咧遐是要创啥，捌无？啊，这声真正想着啊！煞唔知吼，有钱我就有好的烧酒通啉，有通食澎湃的料理，有通去买水的佚佗物，袂歹吼，有钱袂歹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人开钱叫你来吃？啊，对，你较巧，有钱，啊，就一个空空的人吼，真空，有钱讲家己不要开讲叫我开啦。迄个人是啥物人？迄个人吼，我知。啊对啦，伊吼空空摕钱，互我这个空空啊，我这个空空吼，怎样？唔对咧，我是伊是空空，啊我是名叫做空空，还是讲安尼到底谁较空啊？我规拢空呢，还是讲佫无重要啦。好，你这个所在真正有够气派啦，甲我的草料比起来啊，真正差足济，天差甲地啦，可怜。掌柜，我看啊，搁安尼问落，嘛无结果。拄则你嘛有看，遐尼侪人拍伊无法，嘛怪伊袂走。不如，咱就将计就计，留伊住遮。安尼嘛好，安尼嘛好。趁这段时间来探看伊到底是真笑还是假笑。空空大师，我本人。时间无早，对，你若无去向，就踮咧寒舍住落来。你是讲住咧遮哦？嗯。歹势啦，人讲无功不受禄，后尾就讲无代无志，我操咧恁遮大，咧甲恁作做，实在歹势啊！是讲住到一间，啊，无我家来找好啦。我感觉这边风水袂歹，也错，这边搞较大，安尼好菜，这个厝较窄。去吧。好，这间有徛人还较气派，这间好。空空大师，这间袂。啥这间袂哦？莫非是仓库？这间是将军千金的贵房。哦，心色，莫非内底有一只千金的乌龟？哇，看到要来一间。喂，你要住倒一间拢有，就敢若这间。好嘛，啊，这间买无，换别间。这间敢若未稳定的啊！哈哈，这间应该袂歹。哦，熟悉得着。哦，我这身体佫真醒哦。袂歹。啊，这袂歹。咱是不是就对？哇！啊，芳。空空，你莫受超过哦。我哪有超过？我困这间算足委屈的呢。你莫安尼溜溜的受气，溜溜的避面，啊，莫非你是要做歹查某呢？你啊！阿伯哦，歹势。空空大师，将军府遐尼济房间，你唔困，是安怎一定爱困我甲将军的房间哈？这是你甲将军咧困的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莫甲别人讲，
我一定要困一更，困快变将军。莫搁受气啊啦！甲你讲的话拢讲到水袂记哩。啊，拄则你咪唔敢讲迄间袂用的，逐间拢会用的。但即摆我迄间买无换即间的时候，你又讲即间嘛袂用。啊，请问到底就一间才会用的？你莫咧白插话讲几大啦？好，参啊！参，凄又惨。你看，你就是白插话讲伤济，所以你即摆喙齿愈吐愈长。哦，较等下阎罗王爷甲你拖落去18层的地下去挂喙齿。 唔是你照镜。笑。空空，你真正要困一觉？好，真好，段姐。 这条笑你甲我会记，不管你是真空也是假笑，敢创治我一定袂互你遮尔好食。阿兄，遮尔早你要去佗？华英，我要去将军府。你去将军府是要创啥？阿兄的代志哦，你免问遐多啦。阿兄，阿兄，你莫去啦！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你等我，你莫去啦，阿兄。请你先买。阿兄。 何德兴，你给我倒来，叫个秀莲回去嘞。秀莲，我后遐要去将军府，你已经去做记啦。将军府去找大小姐，点点啦。秀莲，你莫张图啦，咱去甲我阿兄找回来好不？你给我这边啊。秀莲。 好食，我肚拢挺出来，你看，食了10-有饱，好食。空空大师食了有介意就好。若有啥物无周到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。客气，确实有一寡无周到。啊，你若想要周到吼，我跟你讲，你去添一杯茶来喝啉，啊，叫这个歹看面的吼去灶骹切一寡果子啊，啊，食饭了后无食一寡果子啊，哪会帮助消化啦？安尼就歹消透啊，对无？好食。对你3分礼，你唔通去食有食的人怪回。我空叫我空是凡事拢会通的。啊，你若该做的工课无去做吼，要叫我空，迄凡事拢袂通的。爱，无啊，啊，唔着紧去讲，搁伫遐咧问神哦。 李芳，将军，叫灶骹切果子来。是。哎，等，大哥大，我忽然间想讲吼，要食水果进前啦，我都甲金锣棒哦啉，啊，才甲来食水果，安尼消透会搁较紧。来，甲掠啉，紧。啥？叫我甲你掠零？哎，无啊，大哥大。 这是恁将军府的习惯吼，若变来到遮菜了，就敢若咧采空马，紧嘞，较紧哦，紧，安尼就对啦。娘啊！顺风，有啥物代志偷偷讲？娘啊，这件代志无法度偷偷讲啊！你敢知影？天生个个臭小囝，身体一好就走去将军府呢。吼，啥物人拢无法度甲挡掉的呢？ 这款代志，是啊，上可恶就是，伊看到秀莲，敢若看到亲的人同款，完全无咧管秀莲的感受呢。天生个会介意秀莲，真正的悔婚，是因为两无魔性的关系。也毋过，伊敢毋是讲伊已经脱离魔性啊？是安怎佫会走去将军府？
哎呦，我看哦，都是去看将军会的大小姐啦，够可的啦。咱来去看。人咧掠人吼，用手是爱靠手尾来蹬，啊骹是用骹头有力。你安尼吼，规身躯都出来，甲二两二准，啊免讲嘛，死啊都无力，较大力的啦。臭花箱、死花箱，早哪也捌找你来啊啦！真正是自找麻烦。啊！哟，你真正大好呆呢！咱别人是愈掠愈轻松，你哪会愈掠我愈生气？规是安尼啦，来，开方便呢，来，你两个做伙咧，来。将军，莫生气。哎，夫人，米芳来啊好，米芳来啊好。来，启禀大将军，好连先是外面叫嘅。又过来要创啥？杀鸡，出来个看卖。你来这创啥？大将军，请你和我见回面，好吗？回面无可能跟你见面，转去。大将军，我今日无见到回面，我是无可能转去。你何天生，你来到回闽高高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回闽是将军的掌上明珠，阮是无可能，互你有任何机会来伤害。大将军，雪姬夫人，我甲回闽互相意爱，我哪有可能伤害伊呢？我一回工伫事业忙，我拢咧想回闽，我才了解到回闽对我原来是这么重要，所以我拜托大将军，会当成全我甲回闽，好无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志在四方，求功名，求富贵，参像你这款查甫人，为着一点仔男女私情，都安尼求生求死，根本你就不配。大将军，敢讲你无希望看到家己的查某囝有一个一世人永远爱伊、疼伊、照顾伊、关心伊的翁婿亲？敢讲大将军无希望家己的查某囝会当永永远远、快快乐乐过日子是？你即马所讲的，当然嘛是我所希望的，但是会当有回面幸福甲快乐的人，绝对毋是你。大将军，我用一世人来证明我对回民的感情。我根本就无同意你甲回面的婚事，你毋免用为世人来做保证。我再讲，我无可能将我的查某囝嫁予一只妖魔。我毋是妖魔，大将军，我绝对毋是妖魔。走！何天生，你今仔日讲啥拢无路用，你这世人免想要搁见到回面，紧走，啊若无，我对你无客气。天生求大将军，雪姬夫人会当成全。查甫人讲跪就跪，你这么无过自尊，颠倒互我看无起。大将军，若是会当见到回民，就算讲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愿意。秀莲，秀莲，互你受委屈了呢。我无代志。天生对你所做的伤害，伫遮先甲你回息的呀。你莫安尼啦，天生无做毋着啥物代志，你免甲我回息咧，我承担袂起。亲像你遮尔怪咖，遮尔捌代志。我真正唔知影天生到底心内咧想啥，竟然会安尼忍心来伤害你。你莫为着我甲天生的代志烦恼，保证你家己身体较要紧啊！我甲天生有缘无分。
我已经看开啊。秀莲，阿姆甲你讲过，我已经认定伊是新妇。我无这个福气做你的新妇。秀莲，你是阮好家的新妇，不管以后天生要娶什么人，我拢无要承认。你即马缀阿姆来苦劝天生，好无？就算安尼求你。是啦，秀莲，我阿兄是上有效的，这届阮阿娘出面，伊就会听阮阿娘的嘴，你就答应啦。秀莲，行啦，好，来啦，行。走，你还不紧走？大将军，拜托你，我见回面好不好？好。胡天生，你还阁唔走是？大将军，拜托你，我若无见到回面，我就唔走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成全我好不好？这个胡天生到底是咧变什么鬼怪？天生，啊？天生啊，你爬起来啦！你不是讲过，你是将门好处，你还跪安尼？你甲你抬起脚舞了，你知无？起来，爬起来，靠起起来！阿弟，别管我，为着回面，我甘愿。起来呀，靠起起来，起来！手甲放开啦！这个人哦，无有伊啊啦。胡天生，我今仔日啊，也无代替秀莲教示你，我缀你死。我去。公主啊，这听下，林公主，啊因两个，你拢无咧教示哦。既然家伫阮将军府遮尔放肆，嘿，雪姬啊，目睭皮无酒暗呢，啥物时阵着甲你甲阮公主教示啊？就是讲啊，这是将军府的外口呢，阮欢喜就来，阮无欢喜阮就走啊。你敢有在条甲阮管？切好。林公主，这个胡天生不请自来，你要见回面一面，这是伊咧为难我。恁一寡人黑白不分，带人来遮大细声，是想要相拍是吗？哎，等一下哦，这民主问题，我唔是咧拍输你哦。哼，若唔是看阮公主的面子哦，早就拍甲你七孔八笑。啊，杨好，是。将军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对天生讲，我来考考。上好你是苦劝的紧等去，你讲。天生，你敢知你即摆咧做甚物？你若赶紧回头，还阁有挽救的机会。林公主，我就爱回面的，我想要娶回面，回面对我非常重要，我袂当无回面啊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你讲的敢拢是真心话？我希望你要想个清楚，你若有错误的决定，是会伤害到两个查某囡仔的心。林公主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我是真心真意咧介意回面，咧爱回面。天生，假使讲你若受到外力的影响，去做唔对的行为，会紧用你的意志去克服、去改变你。林公主，我拄则已经有甲你讲过啊，我是真心真意咧介意回面，咧爱回面。我并不是参与你所讲的，有啥物外力来影响着我？安尼是你内心咧影响你家己。无，这甲影响无关系。既然若是安尼，你敢敢甲这个药丸食落去？林公主，这是什么药丸？这叫做善恶分明丸。假使讲，你拄则讲的话若是真实，
你食落去就平安无代志。你若是受到外力的影响，控制着你的心理，你若食落去，一炷香了后，你会七孔流血而死。望眼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点无。这叫做善恶分明啦。假使讲，你拄则讲的话若是真实，你食落去就平安无代志。你若是受到外力的影响，控制着你的心理，你若食落去，一炷香了后，你会七孔流血而死。好，我食。林公主，已经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我拢无代志。那安尼，你会当了解我对慧敏的心是真心真意。好，既然你若是安尼认定，我只有祝福。刚讲好天心，已经失去灵魂的模式。陈作讲情形是安尼，我嘛无可能有慧敏甲伊有任何的瓜葛。大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成全我甲慧敏。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一世人我都无可能答应你。天生，我甲你讲最后一遍，你赶紧离开，啊若无我就无客气。大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让我见慧敏好无？天星，阿兄，阿起，你干那会跪起跪地，跪好阮跪爸母，我不准你跪地，起来！阿娘，阿娘，我一定要跪大将军。我若无跪大将军，伊就无了解我对慧敏的心。阿兄，你是气笑的哦！因陪互你入去，你拢莫入去，有啥物了不起？迄个大小姐，你若莫插伊，伊嘛会来找你啊！阿兄，你紧起来啦！你莫互阿娘伤心。慧英，你莫管阿兄，你紧带阿娘回去，紧嘞！天星，到底是安怎？为着要进将军府，为着慧敏，你和阿娘的话拢无要听，秀莲这么好的姑娘，你敢唔才是单忍心伤害伊？阿娘，我真正介意的人是慧敏，而不是秀莲。这我好做，你实在让我足气心嘞！好，真好，真正是感动的大团圆啊！天生，你即摆已经是众叛亲离啊！你还阁袂讲哦？也无想要走。大将军，你若无成全我甲慧敏，我绝对唔走。就算讲你甲我拍死伫咧遮，我做鬼嘛要跪踮咧遮，永永远远等着我心爱的慧敏。好，何天生，是你家己讨皮疼，我才看你敢做会到。来，娘，拍，黑死嘛甲拍。是。阿娘，你莫管我，你紧走，紧走。天星，阿兄，你莫
原因，紧带你等于紧嘞。下来。阿娘，你莫管我，是大将军原因，就总我阿拍小莫跟我。 何天星叫伊来拍，万一若互拍死，恁千万唔通怪我。大将军，煞机会，我求你，先助我甲回避。想袂到，天心对大小姐的感情竟然这么深，我对伊来讲算啥？ 我根本什么都唔是。为啥拍到小姐？阿爹，我求你先助我个天星好妹妹，我总算是见到你。天星，你起来，我带你去内底疗伤，紧来，你紧起来啊！我不准你带你去。 马上加入去！我袂啊！你若是无答应我和天星做伙，你规日甲我拍死好啊！你即摆咧讲啥？你唔通想讲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就唔敢安尼做。就算讲你假是敢安尼做，我嘛是同款，我要和天星做伙啊！将军，将军，你莫生气啦！你知影小姐讲的拢袂超工的。 伊咪要讲溺你的啦，你原谅伊啦。这无你的代志，去边啊！阿爹，你若是要让我带天星去内底疗伤，我即刻就死给你看。小姐，有好，你小姐，阿爹，我求你啊！哎呀，慧敏，你哪会这讲啊？ 何天星，今仔日看在阮查某囝的份上，我阁予你一摆考验的机会。你若做会到，我予你入去将军府。大将军，你讲，任何的考验，我拢做会到。 何天星，你若做会到，就对杨副将的脚棒，陪你去将军府。安怎？做袂到？嘿，我做会到。我不准你来做！天星，妹妹，我为着你，我什么拢甘愿做。 天星，你知影你安尼做，你是将好家甲你阿爹的面子拢写了，你知无？杨浩，是。天星，哎呀，天星。 天星，哎呀！望眼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我的听好。 天星，哎呀，天星，天星，哎
大将军，我已经做到够啊！希望大将军会当先送我到回面。罢了。天星，行，咱入去公园，你跑，一人。司机，天星，是讲你去，咱母仔囝就断绝母仔囝关系，从今以后，阮断义绝。天星，你后摆莫搁安尼啊啦！你敢知影？我看到你安尼，我的心会足疼的。啊，毋过看到你为着我安尼，我真正足感动，足感动的。妹妹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相信，我相信你。你为着我受伤，我一定会相信你的。娘娘，天星甲你予伊的善恶分辨完吞下了后，也无去讲老岁啊，表示讲伊体内已经无魔性啊。啊，毋过是安怎？伊要放弃亲情、爱情，却袂不顾。其实，拄则我是摕一粒普通的药丸咧试探。普通的药丸，试探，啊，毋着假。是讲，若是假嘛是共款啊。伊敢吞落，表示伊是天星，已经无去用魔性控制住的啊啦。哦，陈立顺风，我的想法甲恁无共款。无共？假使天星若是咱以前熟悉的天星，伊绝对唔敢食迄粒药丸。因为无法度确定讲，伊体内的魔性是毋是已经去除，也毋过天生来已经转化做流氓。伊知影我袂摕伤害恁命药丸回食，所以当场就甲药丸吞入去。意思是讲，天星已经是流氓啊！好天星，毋是以前的好天星。哇，安尼头头咧将军府，一切拢假的嘛？也亲像我咧想的，伊入去将军府一定是用这个考虑的。也毋过，伊为什么要用心计较入去将军府？到底伊的目的是什么？哇！唉，胡天星。加一天住伫惠敏的身躯边，我就加一天的烦恼啦。将军，阿爹。天星向大将军，还佫有雪肌夫人，请安问好。阿爹啊，天星伊的伤还袂好，伊一精神就急要甲你请安呢。你看，伊后摆一定足友好你的哦。大将军，以后我会甲大将军当做是家己的阿爹，
连同我的亲生阿爹加倍友好你。你绝对袂变做我的囝婿，我也袂变做你的阿弟啊，无需要你加倍友好我。大将军，你对待我的阿爹，好亲像你手足同款，而且这20多年来，你对阮何家也是稳重如山。就算讲大将军无甲我何天生当做家己的囝婿，日后我有安那会好好友好你。我只要我的查某囝来友好我就够啊。无咯，大将军，慧敏的阿爹就是我阿爹，请大将军会当放心。以后我会好好疼惜慧敏，予慧敏一世人的幸福。天生恳求大将军，予我机会友好你，我来恳求大将军成全我甲慧敏。一世人的幸福。毋是干那用嘴讲的就会当准算。我天生，我会观察你对慧敏的用心。阿爹，天生为着要和我做伙，跪伫咱家门口口，叫忍受迄种侮辱，敢我这种用心都无够？无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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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无够！准做是何天生为着你无命。我嘛还阁感觉无够。阿爹，大将军，请你放心，我会甲慧敏看做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，绝对袂让大将军失望的。日久见人心，到时才会知。若是大将军愿意成全我甲慧敏，天生一定会证明互你看。阿爹，天生伊的身体还袂好，我先带去休困。天大的笑话，我一个查某囝，竟然去有卖甲戆戆西啊！将军，你莫生气啦。我要安怎无生气？何天生根本都唔是人，伊是一个妖魔，龙头离身的妖魔，佫无偌久伊就变做一个青灵。人甲灵是要安怎做伙？佫再讲，伊是我唯一的查某囝呢。将军，何天生若是知影，你就是伊的杀父修哩。恐惊以后，毋是加倍友好你。是加倍来报仇。马上我死，马上我死！将军，你袂记哩？伊的命遮尔软，根本杀伊袂死。杀伊袂死，杀伊袂死啊！无嘛爱赶互走啊！哎呀，雪琪，你敢有另外什么较好的办法？办法是有。听讲灵王因为贪杯好色，才犯颠调。就算讲伊转世为人，天性也是袂改变。将军，假使你若爱着一个比我搁较娇艳的查某，你想我会安怎做？我知，我明白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设计天生去爱着别个查某。无毋对，到时阵慧敏就会伤心，自动就赶伊走。还是讲，你敢有人通来替咱做这款代志？我早就找好啊。
啊，见。大姐有代志，咱今日斗相共。迄个有啥物问题？想袂到你那遐，竟然为着惠美，为着要进将军府，甲我团团舞起来管，真正是感觉就是无怪人讲好囝好佚佗，歹囝不如。阿娘，你莫生气啦，啊若无你的病搁较严重。我为哪可能有生气？我若100年以后，我是要来面对你阿爹，甲好甲的祖先，我竟然嫁出这尔无情无义的囝。阿娘，来啦，加油啊！天心，你讲生前一天，你的亲手把这个针花插伫我的头壳顶。你讲咱是天赐良缘，迄天伫山洞内底，刻下咱的永结同心。啊，毋过是安怎？即马针花断去啊！你的心，嘛已经是别人的。你敢知影我的心就痛，就痛。秀莲，秀莲，阿爹煮莲子汤来互你啉。阿爹，多谢你，我袂了。秀莲啊，阿爹看你这几工拢无啥食，安尼落去你的身体袂堪的。阿爹，我真正袂了。秀莲，你敢是搁咧受天星啊？阿爹，我无啊，我早就甲伊放袂记你啊。你早就甲伊放袂记，敢有影？阿爹，这是啥？你讲你要甲伊放袂记的，安尼，为着不要互你伤心，我甲摕去弹掉。阿爹，袂用的，袂用断掉。秀莲，你讲你要甲伊放袂记，那安尼就要甲伊送你的定情之物摕去弹掉，安尼毋才会完全甲伊放袂记的啊！阿爹，这是豪家传家之宝，嘛是皇上赐予阿姆的，这真贵重，袂当断掉。秀莲，伊连安尔都无要治啊！莫阁讲是皇上遗书的物件，是一种不忠不孝不仁的人，你何必着搁替因豪家咧设想呢？阿爹真替你唔得啊！阿爹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甲伊放袂记你。啊，毋过我需要时间。秀莲，阿爹并无强迫你甲伊放袂记，只是希望你莫阁为着迄种无情无义的人咧伤心啊，会过着自在佮快乐的生活。秀莲，你敢毋知影？阿爹看你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，阿爹的心原来有偌唔甘。阿爹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过日子，你莫烦恼我。我即马就啉莲子汤。
阿义仔，何天生，原本我叫是讲，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正面君子，所以我才把我的查某囝秀莲托付给你。想不到，你的心肝竟然这么强，安尼糟蹋！这拳是为了秀莲拍。你无缘无故，性地牙欠，无当控制家己，甲学堂所有学生都迄家走去的时阵，谁一直伫你身躯边支持你、鼓励你？是秀莲，你跳来火焰潭，是谁为着伤心，无顾着家己性命嘛，想要跳来火焰潭，只是为着要甲你作伴，嘛是秀莲。这一切，拢是秀莲为你做的。天生，你为着享受荣华富贵，要甲慧敏成亲，无顾着恁阿娘参你小妹亲情，甲恁阿娘断绝我囝关系，你不孝在先，搁当日正人的面头前悔婚，放杀秀莲，害无面子做人，你对伊无情无义。以后阁唔敢等掉你送的迄个长期的占会，这一切，你敢对得起你阿娘？敢对得起一心一意爱你、为你付出一切的秀莲？你敢对得起你家己的良心？真正是糟蹋人的啊！听讲吼，因老爸咧战场头前吼，人情倒脱啦，因老爸无打吼，这个囝更较无良心啦。你这假心你歪的啊！假死的，无良心的人，不是。大个人，是啊，小心啊！好！恁大家当侮辱我，但是恁袂当侮辱我阿爹。你去走啊！娘娘，秀莲敢会使？秀莲已经连续转几10贴的药啊！啊，你装笑的，娘娘问秀莲心情，甲专业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你目睭遮大，你同款是拖汤的，你敢看袂出来？秀莲就是用专药来互家己莫乌白想啊！哦，啊，摊对伊对咱微微的笑，啊，两眼激出来。秀莲是毋是会当度过这摆的情关？只有是靠伊家己啊！阿义使咧，一个死神已经处理啊，啊，不过迄面相足歹看，迄个唔捌伊的人哦，当作厝要讲冤家咧。你顺风，赶紧叫阿义使小倒倒来，唔通会发生任何意外。是。真是找死你！阿义，阿义，不要紧嘛，我无要紧，还阁会动的。是恁两个。天生啊！哦，你的目睭哪遐奇怪啊？拢安尼青青的，你敢有熟悉大夫啊？唔免熟悉啦，找公主就好啊，保证你以后交病毒。恁两个莫伫咧遮讲我搭水果。啊！起歹，你看伊目睭完全无共款，要变另外哦。免惊啦，无遮严重啊，是加咱死尔。啊？死？天生啊，莫生气，你敢阁会记的？你要死之前，你有讲啥物话？你讲你要做阮上好的朋友，会记得无？咱是好朋友，是好朋友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朋友。我就欢喜会当做恁的好朋友，就欢喜，天生，我嘛做欢喜，会当交着你这个朋友。是啦，天生，我永远拢会记得你，一世人会记得你啦。我嘛永远甲恁公主，还有清风，万你记伫我的心肝。所以讲，你这么善良，哪有可能伤害阮啊？啊？对啊，
你当阵无功夫，过两三摆叫阿姨使伊规家伙啊，安尼当证明你有偌尔勇敢，偌尔善良。对嘛，而且你即马功夫这么好，你应该保护阿基西，哪会当伤害伊啊？啊？对啦对啦，搁再讲，人阿姨使嘛教过你功夫啊，你敢忍心甲伊拍架呢？歹势，歹势，是我唔对，是我唔对，我先来走。天星，天星啊，天星啊！阿基西，过动的尾啊！无要紧，还可会看的。是讲天星的功夫哪变到这厉害？阿基西是安尼啦，天星伊天分本来就真好啊，家己应该嘛有可能唔知遮厉害啦。嘿啦，嘿啦，啊，上个重要就是我这师傅教了袂歹。啊，紧紧，哇，犀利！林公主，我两天够要紧。你放心，我拄则已经甲伊调养经脉，气血有较顺啊。只要佮食几贴仔水药啊，就无代志。多谢林公主。那你请讲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真是代志啊！奇讲。新伟啊，阿你兄，我两条好好那边安尼啊。天先拍的，哦，听。你无讲的，无人甲你当作下狗啦。真正天先拍的啊！我不讲。歹势啦吼，阮公主找阮啦。天星，伊竟然出手伤我阿听，真正是够过分。将军，我请来的人已经到啊。哦，你是讲伊？段姐，你哪会来遮？哎，你来问我来这创啥？我唔是甲你讲过，我要伫恁遮住到出山为止，伫遮真正常啊。遮无欢迎你。来人啊！你是叫人要创啥啦？喂，该押出去。唔免拿哟，搞唔正呢？杀鸡，当初你叫空空伫遮倒几工啊？是毋是想要暗中调查来遮的目的？哼，伊的目的就是来遮扯薄饼，要甲咱将军府哦，舞甲家欠不灵。哪有啊？恁将军府哪有假甲欠？嘿，莫非恁有饲精生啊？啊好啊，无甲这精生啊吼。你个摸错错，叫点点卖，安尼会真差。倒是米咧度。哎呦，放米咧只，我看。放顺放声的那兄。哎呀，莫无意思啦，经常叫叫安尼。啊，哎呦，好皮呢，高级哦。哎呦，佫好坐哦。会煞去，敢免甲这条椅仔搬去你的房，唔是，应该是我的房间才对。你，将军，先莫插伊。李鹏。夫人，什么代志？从今以后，你唔免搁去伺候林小姐。是安怎？全将军府无人比我更了解小姐呢？是安怎骂我去伺候伊？将军来小姐乖乖踮咧房间，你走去甲恁小姐通风报信，你搁真够，甲侍卫拍互分去，互恁小姐出去见胡天星。我无甲你处罚，已经袂歹。安尼后边我要做啥物工课诶？哎呦，这一人真啊无度，这叫人斗搬。哎呦，唔知搞有在烧的呢。以后你的工课，就是好好款待坐喺顶头迄个人。天星，你下晡无去啊？我了准你袂转来啊咧。迄天你讲要带我，搁跪伫阮家门骹口，我了准这只是一场梦尔。慧敏，这一切拢是你的乌白想的，我毋是已经转来啊？
我顶茶互你啉。你是啥？李芳诶？李芳已经也算几乎零换掉啊。自即马开始，就由我来奉太小姐你，还阁有公主。煞计实在伤过分啊！伊谁来甲李芳换掉？我要家问啊清楚。公主，请啉茶啦。袂用哩，我袂用放这查某甲天星做伙。你叫什么名？人哦，叫做姚娇啦。姚娇，姚娇，名是人有奇名的姚娇。你这互你讲，你在创啥？哎呦，公主，啊，我哪会感觉遮热啦？哎呦，公主，你甲我试看好无？遮嘛遮热的，我遮嘛遮热的，啊，公主，啊，遮热的呢。天星，我伫遮呢，你哪会当来对待我？哼，你嘛较拜托咧，好无？人公主吼是对我安怎，啊，毋是对你安怎，对无，公主？你这互你遮，你给我出去啊！哎呦，你著伫咧遮吼，常常满看播一出好戏，互你看吼。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我要甲我阿爹讲，你就知死啊！你真惨呢，公主，来嘛，公主，公主，往南树高旁寂无听，孤单窗伊我。公主，你当作我正在中奖，我是我要回运还的，才会对你出手。baby， 我你受委屈啦。天星，哪会安尼啊？我想应该是雪姬派伊来对付我，放心，已经叫我破解啊。我廖准，你的心已经起来高去啊！我廖准，你不爱治我。baby， 你这个戆查某囡仔，我心内永永远远只有你一个啊。唔过，雪姬为什么要安尼做啊？我咧想，伊应该是要破坏咱两个人的感情。这个雪姬实在我可恶的。那呢？这个狐狸者是要安怎处理啊baby， 叫伊甲手人甲拖出去。你讲知影拍伫我内底的身躯，就敢若拍伫我的手上同款。你讲知影我的心有偌痛？好天心，我根本一世人无拄着你，无信啥，你无爱着你，我今仔日心都袂遮尔痛。
我要甲你放袂记你，我要永远甲你放袂记你，我要永远甲你放袂记你。天星，你要坐无？来啊！慧敏，我有代志要出来。天星，哎呦，搁要出去啊！秀莲，若是我无撞到你，我就免斩断我对你的感情。若是我会当甲你放袂记的，我就免活着这么啊痛苦。系啊，何老夫人气血未顺，阁剩淡薄气势啊。恐惊伊。林公主，我安尼是安怎？我伫咧想，可能恁阿兄真是有好老夫人称心啊，所以恁阿娘已经无想要活落去。哪会安尼？拢是我阿兄害，我即马就去甲伊找回来。甲我阿娘回死咧！怀英姑娘，人的生死拢在伊造业定代，上天自有安排。该走的时阵，伊就应该爱走。假使若真是有迄一天，我希望你会当勇敢面对一切，会较坚强。袂用的，我已经无阿爹，我无阿兄。我袂用阁失去阿娘，阿娘，你袂用不想要活落去，无阿兄甲你照顾，你还阁有一个查某囝，我会好好甲你养好。仙门玉饼合玉丁，此为天遁自分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姐，我甲姚娇两个人群众好天心，发现到伊伫一个足偏僻的所在修炼。你有看到何天心修炼的情形无？有，伊修炼时会招来基因之风，就顶阮两个感觉足悬的时阵，突然间伊变做一尾大青龙呢。天生对龙头人心，变做一尾青龙。敢讲天生已经完全变做龙王啊！莫怪，连妖娇的迷魂术，拢无法度对付伊。恐惊咱无法度控制伊啊！哎呀，控制也控制袂掉，赶也赶袂走，啊抬也抬袂死，这咱到底是要安怎办？大姐，我发现天生一个大秘密。哦。什么秘密？龙王因为修炼基因之果，失去勇气。伊伫咧正中道的时阵，必须要去取勇气。迄个时阵是伊功力上介起的时阵。真好，真好！
真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何天星，明仔中昼就是你的死期，想袂到台你这么啊简单。哈哈哈哈哈！何天星，唔对，应该叫你灵王才对。灵王会当使风云变色，惊天动地。啊，毋过即摆的你，哼，只要我若出手，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会看在我甲恁阿弟仔过去的交情之上，互你死了痛痛快快。就好像就是当年阮阿爹死法同款是，大将军，唔对，应该是高副将才对。我已经知影迄当年阮阿爹的冤屈了。唔对，恁阿弟仔当年就是死在我的剑下。当年就是我篡改恁阿弟仔写有皇上的诏书，假报军情，互皇上误会做恁阿弟仔杀敌不力，临阵撤军，是恁阿弟仔不忠不义。不忠不义的人是你，唔是阮阿爹。啊，又果是安怎？是我尾受皇上的亲信，调工证言恁阿弟仔有谋反之心。所以皇上才会下令飞鸽传书，叫我爱亲身将你阿爹处斩。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欺骗皇上，假传圣旨，光明正大抬升阿爹。哼，上界可笑就是恁阿爹啊，视死如归，执意叫我执行军法。哼，我看在过去伊甲我20多年的交情之上。伊要死之前，我已经将代志的真相讲话听，互伊做一个明白鬼。王丹，你当时你落票的时阵，像阿爹收留你，栽培你，你竟然稳重守报，陷害阮阿爹。什么人叫伊比我较优秀？我每一天早暗勤练武功，嘛是拍死伊。我收买人心，人心总是歪你迄边。我安怎做，安怎努力，拢甲恁阿爹袂比的。我活在伊因命之下20几年，何况得你？哼！只要恁阿爹在生一天，我都无法度通做镇南大将军。这若要怪，我爱怪恁阿爹伤过忠心，伤过条直啦。何天星，你唔免阁思念你阿爹。即马我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甲你阿爹见。望眼像孤芳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何天星。你唔免阁思念你阿爹，即马我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甲你阿爹见。伫咧正中昼，你公日应该是上喜的时阵，你哪会？我哪有可能泄露我的秘密？我会安尼做，就是要引蛇出洞。手机摇摇，你是在创啥？因两个是执行我的命令而已。你讲手机甲摇摇跟踪我，我真知影你在跟踪我了。
讲啥？背卡的종이。这背卡的종鱼已经踮伫恁体内咧流传。恁若是无听从我的指示，背卡종鱼会甲恁的五脏六腑食掉。到时阵，恁着人无亲像人，종鱼无亲像종鱼的怪物。以后我拢听你的吩咐。真好，听我的指示，出地雪机。哎，我会不会讲记？无可能啊！你过去甲我抬死啊！我甲你抬死是要创啥？我绝对让恁永世不得超生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你莫将两讲真好不好？你真正会做怪物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好。这阵手机还阁有要求，一定是我的人啊！哼，你叫是，我会甲你两个共款，跪伫你面头前求你哦。不给！想要教我打？我情和灵我已经真久无这样享受过了。多久？莲藕，啉酒。你是啥？我是情和灵哦。将军人。将军。葛洪丹，我等待一天已经等真久。太挂死在你！太你，敢会当消除我心头之恨？太你，我那点好性的英魂敢叫回转来？葛洪丹，我绝对要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葛洪丹，你若是愿意甲晋南大将军的职权交出来，我今仔日会当互你免承受5年惯定之苦。无可能！无可能！葛洪丹，晋南大将军的这位本底就像阮阿爹何姓李的，阮阿爹忠肝义胆义薄分丁，一心好中朝廷。你竟然甲我讲无可能归还？晋南大将军本来就是属于恁阿爹的，不是属于你。晋南大将军是我前锋的家得来，无可能交互你亏。洪丹，我情和
灵王是比咸王更加冷酷无情。好，今仔日我你承受人间地狱的滋味。雪姬，你我那孝想要杀我，照你讲，应该互你甲对方得同齐受苦才对。你讲，我叫你，自细汉，我上惊等你讲，我叫你了解我叫你。无想要受酷刑嘛用，雪姬，你敢要会记得你是安怎苦毒受刑的？当初时，你叫秀莲一工来磨10斗米，今仔日我前河灵王特别优待你，一个死刑，我20斗就好。20斗40斗，80斗，160斗。好，我无。雪姬，你若是踮在一个死神内无磨到160斗米，我有着你一顿仔粗饱，认真。照这速度，7天7暝嘛磨袂完。我就知影你绝对袂老实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小想要用法术来磨米，你一定要遭受烈火焚身之苦。我可劝你用劳力磨。磨！一个死神磨无半斗米。小姬，好！雪姬，你知影这种滋味吼？这个滋味就是当初时你苦毒受炼的滋味，真甘甜吼。那安尼，你应该要甲秀莲讲啥物？跑！是的，你讲啥我无听。是的。讲较大声，我无听。较大声。秀莲，秀莲。好啦，较大声嘞，看让秀莲听到。秀莲，秀莲。你有听到？灵王，我无听到。你当然嘛无听到，因为你毋是秀莲。
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！哪一个花？你若花甲脑破去，秀莲嘛无听到。雪姬，你敢知影你拄只无爱米是要上只？唔知。是要高风搭只。这个高风搭，我也唔知影要甲关无久。无的确是一礼拜、一个月，或者是一年。啊，若是我决定要甲关一个月，你这半斗米也无够伊食，恐惊高风搭念伊就枵死。这个高风搭到死还佫唔知影讲，原来是你害伊枵死。秀姬，是。把这个杀人凶手压落去。像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真可怜哦，妈祖，真可怜哦！你的成为灵哦，是因为你修行千年的善心、苦心，还佫有业力，才会当互你拜入仙班。你所以的一时的迷惑，犯下大错，安尼敢毋是真无价值？只要你会当诚心悔悟。我相信玉帝一定会慈悲，对你从轻发落。哼，从轻发落，从轻发落。妈祖，前世我就对你讲过，我情何灵王，无想要踮伫咧挂梁台受挨刀之苦，变做龙毋是龙，神毋是神。只要你忠心受的，就算是1000年、1万年，你同款会当修成正果，造福百姓。我袂惊回头，就好参像是当初是我伫天庭犯错，逃到凡间；就好参像是今世我转世做好天星，我做一定的决定，就来向前行。是一条不归路，你背离天界，背离正路。假使你若继续向前行，你只有会找到一条永远袂当见到天地的无底深渊。妈祖，你安怎做，迄拢是我的决定。真可怜哦！你曾经呼风唤雨，降下甘霖，互全天下的百姓丰收，会当过好的日子。你转世做护天神，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孝子。这会当证明讲，你本性善良，你伫咧凡间，你友好一个人；你伫咧天界，你造福的是千千万万的人。袂有啊，已经拢袂有啊，袂有啊，袂有。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我相信你绝对做会到。你莫阁讲讲啊！我已经无多通回头，无多通回头。我甲你讲，我若无多做灵后，我甘愿死，甘愿互你杀。我袂杀你，我会一直苦劝你，我会一直度化你。就算爱1000年、1万年，我嘛永远袂放弃。我会一直等甲你改过自新。妈祖，你是安怎要来做？因为你毋是万恶不赦，你是因为一时失误。当初你若是认错，你就免死过堕落。你若莫意气用事，就袂造成这款无法度挽回的结果。真可怜。
只要你若是肯回头，你会当甲我同款，去救助天下苍生。你敢唔知影讲百姓需要你？你甲我同齐来去普度众生好？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妈祖，我绝对无可能甲你同齐普度众生啊！你爱记，日后我绝对会向你证明，你的自卑心绝对害死你。看天看地，无看我智慧遮尔低，你两个开始遮尔久，也无得断我。敢有救？无救啊！你特别要创啥？我听到声，应该就伫迄附近啊。我看卖。你目睭较好，看真少。因哥有在看我无？歹势，你看唔到啊，是要看我较缘重。清风，万里，也无会请教两位姑娘。当然，哦，足歹的，你甲我惊着啊！你要找的人就是阮。哎呦！啊！姑娘，遮尔晚，也唔倒转去，安尼是真危险，你知无？无要紧，我的功夫真好，我会当保护两位姑娘倒转去。你想安怎？乱来！哦，两位姑娘，是我先看到恁，而且我的功夫搁较好，我送恁转去就好，恁感觉安怎？死老仔，甲公主手姑娘，给煮鸭汤，对我要啉。你莫插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万里，干到迄个狗老仔，是阮兜老仔，叫做清风。放心，也对你无尊敬所在，我会好啊较驾驶，我会保护恁两个倒转去，啊？叫我煮鸭汤，叫我煮鸭汤。相信我才去公主少变数，煮鸭汤。领兵领达行，那照。哦，你安尼就走？你来看，姑娘虽然走，也毋过伊留互我定情真美。呀，这是我的啊！娘娘，大发现，阮2日半路发现2个足奇怪查囡仔。哦，对啦，应该讲2个真水真芳的查某囡仔。哦，佮想要甲阮卖呢？娘娘，你感觉阮有叫伊卖着无？有。嘿，也毋过我是条故意的。所以啊，我要走进前，我掠着伊的衫机啊，要做证据。哪里证据？我甲你掠着。哎呦，
三支啊，啊变一撮白毛。敢讲这两个妖精是狐狸精？哇，代志愈来愈歹无啊！本来有一只恶龙吼，一歹对话，即摆佫出现两个狐狸精。哇，咱真正有够无用的啦！啊，天下的苍生都救袂煞，即摆佫甲妖精斗，哇，咱真正个够辛苦的啦。胡天生，即马算讲是半凉半冷当中，假使讲伊来接近社内，伊的魔性就会愈来愈强。到时阵要度化，就较困难。忍受20几年，我总算甲属于阮何家的物件摕回来啊！阿爹，天姐已经为你报仇，你在天之灵会当安心咯。侯公主，刷起来啊！甲放开。是。安怎？互咱控制条滋味真艰苦哦。高洪达即阵伫我的手里，你的法力佫比袂过我，所以对即阵开始，将军府大大细细由我来做主。你这将军夫人，为着将军的命令就好。将军失踪是大代志，这件代志袂当瞒偌久，牛骹早晚走出来，到时我叫你做啥就做啥。我甲你讲，若不是高洪达蒙阮背伊害死阮阿爹，将军之位敢坐起？将军位敢倒会起？将军府本底就属于阮何家的，我是安怎袂当做主？看你的眼神，好亲像是真不服气。或者是你这位将军夫人，连这种小可代志你都无才调处理，那安尼我甲你留落要创啥？我当然会当处理。你讲了真对，是高洪达对不起恁何家，以后我一切拢听你的。你这查某歹事做尽，我若毋是看到你还佫有利用的价值，我绝对袂甲你留点的吃。帅弟，天生，你嘛伫遮啊？妹妹，有代志是？我四界找着阮阿爹，所以我想要来问帅弟，阮阿爹去倒位啊？将军有代志，去行城见皇上。见皇上？那安尼，我哪无听阮阿爹讲过啊？伊临时接到朝廷的公文，所以袂好甲你讲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妹妹，你找恁阿爹有代志是？我昨下梦到阮阿娘，所以我心情无好，想要找阮阿爹讲话咯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先生，若无你陪我去回物件行好无？好啊。胡天生，我后悔当初时无将你杀死，即马才会互你控制。哼，你甲我会记，绝对有一天，我爱你付出代价。大姐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故意的。大姐，
过是灵王转世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我若有下日子，我才无咧惊你。就算讲是妈祖来，我嘛唔惊。大姐，大姐，你来遮创啥？我无你这款饲鸟鼠甲布袋的小妹。大姐，是的啦，莫叫我大姐，我无你这款小妹。大姐，我叫你莫安尼讲。我甲姚娇两个人会反背你，迄嘛是不得已的。你敢知影？我若是无听后天生的，就会万分痛苦，生不如死呢。你哪唔去死哈？大姐，我知影你即马最生气的，也毋过我求你，看在过去的情分，原谅阮好无？过去的情分，你哪会记得过去的情分，就袂安尼对待我。大姐，过去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无一天会忘袂记的。我阁会记你500年前，我刚才是一丛树仔，妖娇是一只狐狸。这张树仔袂歹哦，初堂应该卖足侪钱的哦。系啊，我还袂修炼成功，若是有伊想到，是要安怎？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你也对哦？你要创啥？创啥？多谢你。你两个拢受伤啦，对吧？你阁帮助阮修炼成树妖甲狐狸精，阮三个人结拜做姊妹啊！我甲瑶瑶才会活到即阵。大姐，你对阮的救命之恩，我甲瑶瑶绝对袂忘袂记的。我知影，这个是阮对不起你，所以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将功赎罪。将功赎罪，恁拢已经投靠何天星迄边，我哪会知影你是毋是阁会反背我？袂，我绝对袂。大姐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，带念过去的情分，我阁相信你一遍。你要安怎将功赎罪？你起来讲。多谢大姐。大姐，我知影何天星甲大将军关于倒位。你敢毋知影你迄个该死的大兄，对我有够酷气，一口碗我无法度向伊讨，只好掠你来拄笑。沙基，茶内面我已经下毒了。何天星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付我？妈祖启示录，人永远拢会做唔到代志，若想要成佛的人，就爱改；无想要成佛的人，就会当甲人较计较，一念教即佛，一念未忘即凡夫。红颜像花丛边浸看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竟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，敢梦。
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甘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咧酒咧暗，看阮舞裤遥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